7月4日自然的信仰，因為每個人的內心深處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潛藏住上蒼的基本概念。這個概念可能被災難、被自負、被人們對其他事物的崇拜遮掩了，但它以某種形式仍然存在。這是因為對一種超越我們自己的力量的信仰，以及這種力量在人生中的奇蹟般的展現，是和人類與生俱來的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42頁，在我們國家的每個角落，我都能看見無形的上蒼在 AA 裏產生巨大的作用，康復的奇蹟隨處可見。我現在相信上蒼就在我的身邊，也在我的心中。今天信仰是那麼自然地降臨到我這個不信神的人身上，這種信仰和呼吸、吃飯、睡覺一樣自然。AA 的12個步驟以多種方式改變了我的生活，但沒有一種方式比獲得更大的力量更加有效。